我们2份的啊。It's 2 meters what? Open Yes. is 2 meter, 2.5. It's closed is 2 meter. 2.5. Yes. This is now 2.5? 现在是2米5，2米5。是打开是2米5。打开2米5，收起来2米5。Oh, now like this is 2 meter. Open is 2.5. How can you open? 哦，已经打开了，已经打开了2米5。Sorry, 现在的2米5了。 2.5. This is 2.5, yes. Yeah. 你的那个木架是好的吧？啊，打木架，你这个全部都有木架的吧？没有木架的，我们是只生包装，这个实木是不一样的。那万一怎么样？里面有肉在经济 Can you close it? 只生包装的。 Can you close it? 把那个关下去，把这个关下去。打木架要多少钱啊？打木架可200块钱一套哎。这个不是木架呢，这个是全部实木，怎么压都不怕，没问题的。不是玻璃，玻璃就好。我们全部出口是没木架的。